當然係我哋認為好荒謬。只有一個好荒謬嘅國家先發生咁荒謬嘅盤嘢。林榮基先生嘅7月2號與世長辭，同林先生喺香港同台灣嘅銅鑼灣書店閒聊過幾次，感覺林先生純粹係一個普通書商啫，好少公開高喊過啲政治口號，咁最多佢只係一個大中華膠。咁就係呢個咁平凡嘅書商，過去10年被推到中國宮廷政治嘅浪尖。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香港嘅局勢急劇轉彎。喺之前，中南海長期維持住九龍治水嘅集體領導，呢種權力相對分散嘅政治生態下，香港嘅言論同出版自由被利用作為政治放料中心，香港嘅生存揾到一個臨時性嘅平衡點。但2012年習近平上台被定於一尊，從此一切都改變啦。察覺唔到呢個風向改變嘅香港人，如果依然以舊有嘅方式應對北京壓力，好多都會遇到滅頂之災。2014年1月，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同明報等多家國際媒體合作，準備引爆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呢份名單唔單止涵蓋咗正在被清洗嘅大老虎家族，更加曝光咗習近平姐夫鄧家貴喺海外嘅資產。呢場跨國調查直接刺破咗北京選擇性反腐嘅神話。對習近平陣營嚟講，呢啲被定性為政治對手肆意抹黑，動搖咗當時習近平仍然未完全穩固嘅權力。喺解密正式刊登前大半個月，明報管理層迫於政治壓力，撤換咗總編輯劉進圖。喺最終出版嘅明報頭條裏面，關於習近平家族嘅內容被消失咗。報道刊登1個月之後，劉進圖喺街頭遇到襲擊。劉進圖事件嘅暴力恐嚇只係一個開始，隨住習近平打軍中大老虎越嚟越狠，香港嘅政治禁書產業仍然係冇減少。直到林榮基同貴民行主理嘅銅鑼灣書店發售《習近平與他的情人》一書，咁樣就觸動咗北京最敏感嘅神經。習近平認定呢啲係政敵所為，而體制內官員暗中透過香港訂書，更加被視為黨內結黨營私嘅顛覆隱患。2015年底，北京唔再滿足於對香港傳媒嘅隔空審查，而係直接跨境執法，發動咗銅鑼灣書店綁架事件。林榮基回港之後喺記者會上面證實，審訊佢嘅唔係普通嘅公安，而係中央專案組。呢個機構正係內地負責辦理徐才厚、周永康等政治大案嘅同等級機構。2017年10月，中共19大確認咗習近平鬥垮咗所有政敵，習思想正式寫入黨章，準備長期連任。嗰陣係我最後一次採訪北京嘅官方會議。會議結束嗰晚，已經收到相關官員嘅直接指令，以後黨管一切，香港冇例外。就喺19大召開前半年，香港九倉集團宣布唔再注資有線電視。我亦都喺1年之後離開咗香港嘅新聞媒體。嗰次嘅19大會議決定咗香港最終嘅命運，為2019年一國兩制嘅終結埋下伏筆，宣告咗香港作為政治放料中心同埋資訊戰嘅戰場呢個遊戲規則已經徹底被改寫。其後嗰啲嘅逃犯修訂條例、林鄭月娥呢啲官員異乎尋常嘅行徑，只不過係北京一個總劇本裏面需要嘅角色扮演。因為喺過去20幾年，我同北京官員嘅交流，我對一國兩制一直都係抱住懷疑態度。咁至於香港傳媒一直喺北京嘅紅線之下，洋洋自得咁向外標榜香港獨有嘅新聞自由，其實只係一個自我催眠嘅幻象。正如之前所講啊，北京除咗利用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大陸創匯之外，中國一直係北京權力鬥爭裏面資訊戰延伸嘅競技場。簡單咁講，就係各派系嘅情報集散地，而外國勢力就係靠住呢啲情報中心窺探住中南海嘅一舉一動。2017年之後，經過明報同銅鑼灣書店事件，喺中共眼裏面，香港已經發生咗徹底嘅質變。
香港已經從可以被黨內各派利用嘅金融同資訊中心，變成咗一個威脅到習近平政權安全嘅基地。而所謂外國勢力進行顏色革命，其實絕大多數只係喺境外意圖威脅習近平地位嘅中共派系。咁如果夾硬要話係外國勢力，亦只能講係黨內敵對派系勾結境外勢力，又或者係兩者互相利用。喺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好多人將責任放喺香港人對北京反應過激呢個表面原因上面。但係以我過去多年嘅觀察，就算冇2019年反修例運動，香港結局都會係一樣。多年嚟喺北京眼裏邊，香港人從來就係被放喺一個被操弄嘅位置。直接啲講，香港人實際上係被當做一個臨時演員。由鄧小平到胡錦濤年代，中國需要利用香港去麻醉國際社會對北京嘅戒心，藉此達到統一台灣同埋彎道超車嘅目標。到發現咗一國兩制嘅利用價值大減，而且想付出嘅代價危害到北京政權嘅時候，北京毫不猶豫咁終結咗一國兩制呢場令香港人陶醉咗幾十年嘅鬧劇。